示他要回到上帝的面前，但是他赏赐给我们保惠师圣灵，要给我们力量，让我们明白圣经的话语，明白上帝的话语，同时给我们力量，能够胜过魔鬼。属灵的武器才是真正的武器，不是我们一般我们所想象的那个武器，要打仗用的武器。最近北韩国的地方有一个很紧张的局势调，他们日本跟美国要有一个演习，然后就北韩觉得这是挑衅，准备要作战，开始都已经有炮弹打来打去，甚至还发出豪语：要是你让我们觉得有被威胁的话呢，我就让首尔，就像以前的汉城，成为一片火城。这是我们所想象到的武器，但是神要告诉我们，神要给我们的武器不是那样的武器，乃是更有力量的武器，是攻破人的心的部分，不是表面的部分，是心的部分，如何去攻破。既然有这么多属灵的武器，那我们怎样去应用呢？如何去应用神所赐的这武器呢？刚才那个经节呢，保罗所用罗马书12章14节到20节，其实就是在告诉我们，他提醒我们说怎样，最好的防卫便是这样最有效的攻击。他是告诉我们说，我们不是要消极的去对付这个邪恶，而是要很积极的去展开攻击，让他们看见真理是什么，使他们能够自己跟神之间恢复一个正确的关系。原来不是因为我们要让人家去要打赢他，不是说我更了讲已经说服你，不是你说服了你，是上帝的话语让他感动了他，让他回到神的面前，跟神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。这才是我们要达到的目的，不是要他降服在我的口才之内，没有，是让他去见到面。就像我们每次主日礼拜的时候，牧师的讲道不是要让你们觉得说牧师讲道好或不好，是有没有带你们去见到神呢？有没有到神的面前？这才是一切的这个根源。我们的生命中间是不是以神为最中心呢？像我们已经发生冲突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想到就是讲，我能够荣耀神吗？这才是我们生命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，包括我们要去做这件事情都是一样的。在这个刚才这个经节里面，他告诉我们5件事情。就第一个是12章的14节，还有一个15节到16节、17节、18节、19节这样子，然后讲了这5件事情，就是控制自己的舌头，寻求敬虔人的忠告，持续行善，了解自己的限制，以及使用终极武器。我们一个一个来看。你要应用神所赐武器的5个原则。第一个原则呢，是控制自己的舌头，在罗马书12章第14节说，逼迫你们的要给他们祝福，只要祝福，不要咒诅。所以纵使我们在要跟对方和好的时候呢，对方不愿意和好，所以他有可能会有恶意的重伤你。我们不应该跟他同样的态度去回，那你就跟他一样了啊。我们不要中了这个魔鬼的计，而是我们要尽力活在恩典中。我们还是说造就人的话，因为我们是上帝的儿女，我们就是分别为圣的，不要跟他们是一样的。在彼得也是告诉我们，彼得前书第3章第9节说，不要以恶报恶，以辱骂还辱骂，倒要祝福，因为你们是为此蒙召，好叫你们承受福气。没有错，我们就是为此受蒙召的。受蒙召的时候，你就要不一样，因为你已经分别为圣了，你已经有主耶稣拯救了你的生命，你已经有新造的人了，你有圣灵在帮助着你了。控制我们的舌头，不但可以避免更多的激怒对方，更能够帮助我们人保有充满爱心的态度，而且对事情会有更正确的看法。所以，当我们觉得对方好像不愿意跟我们和谈的时候，我们不要被对方误导了，不要用对方的态度去回应对方，而是应该继续持守在神的道路上面，因为我们是为此受蒙召的，我们是上帝的儿女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呢，在12章的第15节到第16节，告诉我们说，与喜乐的人同喜乐，与哀哭的人要同哭，要彼此同心，不要志气高大，倒要扶救卑微的人，不要自以为聪明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呢，我们常常会有一些会灰心，会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，
这边告诉我们说怎样，单独和邪恶征战是非常困苦的。我们需要有敬虔的属灵伙伴来忠告，来帮助我们。圣经劝我们怎样，要跟喜乐的人同喜乐，而且怎样，我们要彼此同心，我们不要自以为聪明。很多这方面的教导呢，就是要我们记着，要有一些属灵伙伴来一起成长。箴言第27章5节到第六节这样说：当面的责备强如背地的爱情，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，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。原来他要我们看的不是表面的，那些常常指责我们的人，其实有时候反而是这样，是非常的对，因为为我们好。那表面只是说一些很表面的话，然后敷衍了事，你做错他也不敢跟你讲。你觉得这样才是朋友吗？圣经告诉我们，这样是怎样？是多余的。真正有帮助你的人，原来是愿意告诉你错的地方的人。你必须要找一个虔诚的人来帮助你。在处理艰难的冲突中间的时候，我们会没有看到所要的这种结果的时候呢，属灵的辅导就显得特别的重要。他的鼓励会提醒，能够使我们避免偏离神的道。确实是这样。当对方不愿意跟我和好时，我会觉得很灰心，是不是我做得不够好，或是我仍然要这样子的，好像非常弱势的样子，是不是要这样子呢？但是神给我们教导就是要这样子啊，怎么办？我会灰心。这时候要是有我们的属灵的伙伴，就给予鼓励，用上帝的话语给予鼓励的时候是非常的重要，不要让我们因为这样子而偏离了神的道。因为人在非常灰心的时候呢，常常就有埋怨、有抱怨，甚至埋怨上帝。为什么呢？你要是埋怨上帝的话，就代表你已经是不认为神是一个全能的神，神是一个美善的神，你不认为了，所以你才会埋怨他。我们常常会陷入这样的困境，怎么办？需要我们有敬虔的属灵伙伴能够帮助我们，以喜乐的人同喜乐，以哀哭的人要哭，彼此同心，不要志气高大，倒要扶救卑微的人，不要自以为聪明。第三个呢，是在第17节告诉我们说，不要以恶报恶，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。这边告诉我们，原来是要持续行善。这个留心这一句话，这个字呢，在原文的意思呢，它是说你已经想到的，你已经想到未来了，而且你已经有事先的计划，你非常谨慎去思考这件事情，而不是只是一个很盲从的这样去做，乃是出于你的本意，非常认真去思考这个事情去做出来的。当对方不合作的时候，我们是否仍然要持守在神的道是非常重要的。彼得也告诉我们在第2章，彼得前书第2章第12节说：“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，叫那些诽谤你们是作恶的，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于神。”我们不是因为在乎别人的说法是如何，而是在乎神所看的，而且事情长久之后就能够显露出它真正到底是如何。在第2章第15节继续说。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，你们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。长期之后，你继续行善，人家就可以看出来了。在彼得前书3章第15节后半段到第16节这样说：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，存着无亏的良心，叫你们在何事上被诽谤，在何事上可以叫那无赖你们在基督里有好品性的人自觉羞愧。神要我们继续行善，不管对方是如何，因为我们所对的对象是神，而不是对方。我们为何要跟对方和好呢？不是因为我能，也不是因为对方值得，原来是神要我们这么做，然后我们就愿意将我们所领受的爱也跟对方，因为每一个人都有错。所以并不需要我们一定需要上帝的一个很大的力量来帮助我们。我们看圣经中间有一个故事，《撒母耳记》第24章讲到大卫跟扫罗的事情。扫罗怎样子追杀大卫，要置他于死地。当这样子的情形发生很多次之后，有一次扫罗就落在大卫的手中了。
原来他是躲在一个洞穴里面，扫罗也到那个洞穴里面呢去方便。方便的时候呢，大卫就在他后面，所以大卫很容易就可以杀死他。但是大卫没有这么做，他只是把他的衣服的衣角把它割一块起来，因为他说扫罗是上帝所膏立的王，所以他不能这样对待他。原来他所做的就是这样。大卫一直远离这些扫罗，不愿意跟他有正面冲突。但是扫罗一直逼迫的时候，就像我们觉得说，我们愿意跟对方和好，但是对方不愿意和好的时候，甚至还继续侮辱我们，继续来攻击我们，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要学习像大卫那个样子。声音会在神后面会去讲到，我们还是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。这告诉我们说，行善其实永远是最安全的路。行善永远是最安全的路，行善没有什么不好，除非你的动机不良，不然它一定是最安全的路。第四个呢，在18节到19节里面是了解自己的限制。这边告诉我们，若是能行，总要尽力跟众人和睦。亲爱的弟兄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宁可让步，听凭主怒，因为经上记得说，主说：伸冤在我，我必报应。这边告诉我们，意思是说，有些你有可能尽了你的努力，但是对方并不一定能够接受的时候呢，这边告诉我们尽力与众人和睦。然后不行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不要怎样，不要自己伸冤，因为主会替我们伸冤。我们不能强迫别人行善，但是我们总能够尽力做我们自己所有应该做的，去解决冲突。如果是你已经向神尽了你的责任的话，或许我们应该要停止积极的企图解决问题，但是以后若有新的机会，我们还是要尝试。这是告诉我们有一个，我们人都有自己的限制在，也不一定每一件事情的你要让那事情和好的话，你都能够成立，不一定。就刚刚我们今天所讲课，就是当对方不愿意谈和的时候，要怎么办？告诉我们也有必要呢。我们自己应该要想，该有停止点的时候就要停止掉了。是你尽了力吗？还没有尽力之前，你当然不能停。你尽了力，但是对方仍然是不愿意和好的话呢，你似乎是不是应该暂停一下？等以后整个大环境改变之后，说不定再有新的机会产生的时候，我们再继续去尝试。世界对成功的这些定义呢，是根据人所拥有的、所控制的，以及他的成就的多寡而来决定。但是神的定义却是不一样。神是根据人对他的旨意是否你有忠心，是否你顺服了。我不知道你在看旧约里面，看到列王记跟历代志的时候，你看到特别是看到历代志。列王记跟历代志里面有很多是一样的，但是列王记呢是记载的以色列、北以色列国跟南犹大国，而历代志只记载的南的这些犹大国，就是和他们所做的王大部分都是合神心意的，神所喜悦的。那里面每一个王讲到最后的时候，给他一个评论，都是讲的他所做的是不是合神的旨意。世人看我们的成就，可能是看你有没有拥有什么东西，你控制了什么，你有什么成就。但是神看我们是对他忠心吗？我们顺服他吗？你要交差的是交给谁呢？你是交给这世界呢，还是要交给创造我们的神呢？神所掌管的，神对他掌管了我们所做的所有的结果，所以他知道，尽管你尽了最大的努力，你也不一定能够达到你所想要的，所以他能够明白。在传道书第12章第13节后半段说：“敬畏神，谨守他的诫命，这是人当尽的本分。”我们只要尽我们的能力就行了。你若尽了力量呢，你就可以将问题来交给神去接手。了解自己的限制，基本上是拒绝对冒犯自己的人采取个人报复的试探。我不会觉得我们尽了这么大努力，对方怎么是这样呢？说不定我们就开始产生负面的情绪。我们希望有报复，我付出这么多，你竟然是这样。但是我们了解到自己的限制之后，我们不一定都能够做成。我们有没有尽我们能力？尽了就可以了。
我们就将这个问题交托在神的手中，神继续接下去做后面的工。神如何去柔软他的心，神如何去